八仙過海係中國民間流傳最廣嘅神話傳說之一。何仙姑係八仙之中唯一嘅女性，佢自細道生嘅美事為後世廣泛流傳。何仙姑勤勞秉孝，知禮重德。手持荷花嘅佢，清雅高潔，雅稱何仙姑。佢輕坐喺蓮花上，寓意佢生於地，活於天，得道成仙嘅美麗蛻變。不規則嘅八棱形底座，呼應何仙姑嘅八仙身份，並以繡花鞋同掛綠荔枝傳說相關嘅半立體幡堂作點綴。相傳何仙姑去蓬萊仙境前，為父母織繡花鞋，無意間留低嘅綠絲帶所化成為孝廉之禮嘅一段佳話。